好，来继续来看南投民间三公国中的棒球队，有真侪球员的棒球顶鞋，这个穿就是3年，就算穿到破去，嘛唔甘要单掉。草屯有一间爱心业者送新的球鞋予球员，鼓励因勇敢来追求家己的棒球梦。 充满热情活力，民间乡三公国中的棒球队用剑舞迎接贵宾。为100项年度成立到即马，伫全国比赛表现拢真好。你看这桌顶拢是奖杯，为球鞋嘛使感受到这球员的拍拼。就算已经破卡，依然唔甘单调。草屯有一间爱心业者，早来65双全新的专用鞋，要送给这队员。其实看到他们大家的活力，我真的也很感动。那希望就是我们都是算年轻人，希望我们一起努力，一起加油。 所有球员做合唱感恩的心来表示感谢，校方表示讲，棒球队有真侪贵人的帮助，好这学生会当勇敢追求梦想，嘛时常勉励这囡仔，以着感恩的心、用心的练习来回报贵人。长大以后，我也想像你们一样，帮助需要帮助的人，也可以帮助有目标的小孩。 民代表甲爱心业者，甲每一位选手加油，希望讲今年各种联赛三公各种会当个创造好成绩。Hello， 我是庄慧琪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